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透早真冷哦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伫新竹县的宝山测站只有7度9。日时开始，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气温回升稳定。但是到拜三、拜四，东北风阁会增强，到时阵阁会湿湿冷冷咯。宜兰的太平山庄，这土骹已经拢结一层薄霜啊，随着日头出来，渐渐扬起。美丽日头对云海探头，画面非常水。不过嘛，因为这款的天气，加上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冷空气，透早全台非常冷。伫新竹县宝山测站，因为辐射冷却，出现着7度9的低温。不过在日时日头出来了后，这天气就开始较袂遐冻。随着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减弱，日时高温回升到20度以上。不过日夜温差也是非常大。预测在新竹、苗栗、南投、花莲跟云林地区，还是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哦。那我们也持续发布这些地方的低温特报。但是这款天气维持无久，拜三开始阁会变天。在礼拜三、礼拜四，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影响我们，那北部跟东北部天气呢又会再转凉一些。有加这礼拜天气变化大，早晚的温差嘛真大，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阵，也是爱加早一领厚的外套。爱小心，唔通去冷着。